時下騙徒盡惡魔，用電話詐騙，辦公安壓錢，通通皆騙徒嘅手段。手機忽響起，假公安通緝，身家兼資料全被騙。時下現今世代，騙案混雜，分秒應多加謹慎。如若有疑惑，通知警局，齊將奸匪清掃。時下騙徒盡惡魔，用電話詐騙，辦公安壓錢，通通皆騙徒嘅手段。手機忽響起，假公安通緝，身家兼資料全被騙。時下現今世代，騙案混雜，分秒應多加謹慎。如若有疑惑，通知警局，齊將奸匪清掃，齊將奸匪清掃。